各位香港嘅街坊啊，依家手頭上咧有5萬蚊咧可以買到我哋珠海北啊最新嘅4代住宅啦，而且咧得房率咧高達130%㗎。咁呢邊咧翻到我哋港珠澳大橋同埋拱北口岸咧都係30分鐘唔到嘅時間，而且咧有香港嘅直通巴士翻到我哋嘅太子荃灣㗎。咁依家咧送埋你一個產權車位，送埋你全屋家私家電。咁我哋直接入去睇下戶型。